宝贝儿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娘娘，您在这耐心等着，人呀一会儿就到。人？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啦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。 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 你竟如此心急，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……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不可理喻。 速速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！太好了。年底就是归宁之日，你要在归宁之前熟背此书。